呢啲就係野生嘅艾草。佢有咩作用呢？艾草有消炎止痛嘅作用。咁呢一段時間我有啲牙痛於是咧我用呢個養生壺呢啲養生壺咧有好多個功能嘅，有10幾種功能嘅咁我要用煲涼水嗰一檔第9嗰檔加啲水落去，然後煲啲艾草水，煲完之後咧就將佢放喺雪櫃裏邊到夜晚或者早上刷牙嘅時候攞出嚟咧，同牙膏一齊咧混合使用佢個消炎效果好犀利㗎。我用咗2次之後，牙痛就消失咗啦。不過我都要堅持用，因為佢有好強嘅殺菌消炎作用。如果你唔相信嘅，可以嚟試一試㗎。